绝对不会讲外国话。我会讲。对呀，你会讲什么外国话？西班牙语。也是嘛哈，你妈妈是西班牙人嘛哈？对呀，我知道。我故意不要讲啊，我故意不要讲西班牙话。你今天帮我们指挥，啊。要啦。你不跟我们指挥这首歌就不能唱啊。你就很简单，差不多，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收起来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唱第二个，可不可以？然后呢，现场的朋友大家一起来，我起一个音。台湾有一个原住民叫什么布农族人啊，他有8部合音，我们今天可能不止8部合音了，我们可能有20种、30种合音。见缝插针，我起个音，大家就是跟我一起合不一样的出来，重复没有关系啊，来啊。妹妹，对吧？你要比给他们看啊！你要比给他们看，他们才知道结束啊！我们已经肚子很饿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呼吸了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清唱一次，不要用麦克风，我要听到各位的声音，好吗？你是在抓跳蚤吗？你要很有把握的。你跟我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库里啊，胡里啊，胡里啊，胡里啊。啊？吴国语。狐狸啊，对啊，狐狸啦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站起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看大家都看到，你就对了，很有信心的这样一个指挥家呢，就结束。Como director de orquesta. todo mundo Cristo。Como el director de orquesta. 你先你要面对他们，你要站起来。你到底要熬我们多久？啊，你站起来，来，大家看他哈，开玩笑，下次他们加油！未来的指挥家呢？啊，好，等一下只要大家听到我们唱《尼古拉松》，都跟我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可以哈，因为这个很多的重复啊，来。你这样子，我们就你要一次啦，对，你要这样，哎，很对，对，老师没有教，